嚟到呢度武漢嘅一間小學啦，佢好大啊，真係。武漢市黃陂區實驗小學係當地一間有名嘅大型小學，一落車我哋就俾佢哋嘅校舍規模吸引住晒。佢哋有一個大型運動場，可以喺校內舉行運動會。我哋仲接受邀請，可以試用呢度嘅體育設施添。黃陂實驗小學裏邊竟然仲有一間規模唔細嘅博物館添。通過遊戲同埋展品，我哋接觸到唔少關於防空同埋防震嘅新知識。我哋仲有幸一睹佢哋全校3000幾個學生一齊做體操嘅盛況，實在係好壯觀啊！我以前喺內地讀書嗰陣時都做過呢種體操，成學校一齊做，真係好壯觀。之後我哋受邀去到演講廳做更深入嘅交流，喺度我哋仲體驗咗黃陂小學嘅藝術課程，包括紮演同藝術。在如此時期，無數藝術在黃陂得到了自主的發展。我參加這個扎染的話，我也會覺得很高興。這扎染很漂亮，我剛才看了就很像那種古代那種小方手巾，就能那種結在兜裡面，很漂亮、很精緻的一個扎染的一個感覺。
雖然因為時間關係，未乾嘅作品唔可以帶返香港，但黃皮實驗小學嘅同學都準備咗一啲小禮物俾我哋留為紀念，真係溫馨又貼心啊！喺第二日，我哋嚟到大嶼神話園同埋晴川閣呢兩個充滿中國文化氣息嘅地方。後嚟我先知道，神話園同樣用嚟紀念大禹治水嘅禹積行宮、禹碑亭，仲有晴川閣，同埋始建於東漢時期，復建於90年代嘅鐵門關係同一個景區，佢定係武漢最大嘅古建築同仿古建築群。我哋見到嘅晴川閣始建於明朝嘉靖年間，復建於上世紀80年代，名字取自唐朝詩人崔顥詩中嘅晴川歷歷漢陽樹，與黃鶴樓、岳陽樓、仲孫樓合稱為楚天四大名樓。咗晴川閣之後，我哋嚟到江漢路步行街，呢度係中國最長嘅步行街，有好多上世紀風格嘅舊建築，我哋喺度體驗到武漢市嘅繁華。